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一处的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的第1到13节。现代中文译本97页，台语汉译本68页。我即时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耶稣对约旦河转来，充满了圣神。圣神带伊到旷野，伫遐有40天久，受到魔鬼的试探。遐个日子，伊啥物物件拢无食。日期一个过，伊腹肚就枵。魔鬼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囝，命令即块石头变成面包吧。耶稣回答：圣经讲，人的生存毋但干那是靠食面。魔鬼又佫带伊到一个真悬的所在，目睭呢中间，互伊看见了天的万国，对伊讲：你若愿我跪拜，我就甲遮的一切权柄甲财富拢互你，因为遮一切拢交互我咯。我愿意互啥物人，就会当互啥物人。耶稣讲，圣经讲，爱拜主，你的上帝，独敬奉伊。魔鬼又佫带伊到。又佫带耶稣到耶路撒冷，互伊徛伫圣殿上悬的所在，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囝，你就对即个所在跳落去吧。因为圣经讲，上帝要吩咐你的使天使保护你。佮讲，因要用手吐掉你，互你的脚无抵甲伫石头顶面来弄伤。耶稣回答：圣经讲，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用尽了逐项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第二处的圣经节伫雅各书，雅各书的第4章第7甲第8节，现代中文译本357页，台语汉译本265页。我依然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所以恁爱顺服上帝，爱抵抗魔鬼。魔鬼就会逃走。恁爱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恁。有罪的人啊，恁爱洁净恁的手；假信的人啊，爱洁净恁的心。今仔咱本堂主任牧师、蔡牧师所要为咱传讲的信息是无神系列的第10讲。今仔是要讲行兄的第2讲，愿上帝祝听伊的话，佮照安尼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牧师有甲大家分享行兄的第1讲，牧师有去分享到行兄所产生的原因，以及对付行兄的3种原则。咱有讲到。行兄所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无知所产生的行兄，因为未知所产生的行兄，甲因为经验所产生的行兄。咱嘛有讲，要对付这3项行兄，就是爱用真理、爱用信心、爱用听。这礼拜牧师要甲大家更较深入透过圣经来了解关系这个魔鬼圣经中间的讲法，互大家更较明白到底魔鬼撒旦。伊存在目的，或者是伊所用的手段。咱有一句话安尼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咱爱先了解伊用的方法，咱就会当来对付。所以，愿上帝亲自将平安的信息放伫咱的中间，互咱领受伊所赏赐咱的平安，无搁再惊吓。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不断激励阮，也互阮明白真理，去面对阮生命中间这个无知也是未知所产生的惊吓。求主这个时刻，将你的智慧放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理解就是讲，伫咱台湾民间的信仰，甲咱的基督信仰
对即个魔鬼的看法真无共款。所以首先我想要来引用即个王武聪牧师伊的研究，甲大家做伙分享。咱的台湾民间信仰关系魔鬼的看法是安怎？咱知影昨是即个咱民俗中间的中元节，所以咱伫昨若出外伫路林咧看，真侪人拢咧祭拜好兄弟，关系即个民间宗教伊的想法，就是讲，伫旧历的7月初一，认为讲这时阵将迄个鬼门拍开。若照民间宗教的讲法，就是讲伫阴间内底有真侪遮个无人祭拜、无人供服侍的遮无主的孤魂野鬼，伊会鬼门开了，伊会来阳间来讨食。所以阳间的百姓为着惊讲受因的搅扰，还是讲受因伤害，所以就准备青草，准备遮食物来祭拜。而且佮对因真好咧，来称做好兄弟。惊讲万一去得罪因惊会受到伤害。但是大家毋知敢有注意无？咱昨若伫即路林咧行的时候，发现讲，即咧祭拜好兄弟的所在，拢是伫倒位？拢是伫门口对无？够人伫厝内底咧去祭拜好兄弟，无嘛？为虾米？因为惊讲咱若万一欢迎这好兄弟入来厝内底食青草万一感觉讲哇，这真舒适，拢带掉的，安尼就惨嘛所以拢爱伫门口来祭拜这好兄弟，讲恁食这就赶紧离开，赶紧离开而且咱的理解，一般信仰民间宗教的，即个咱的同胞因去寺庙内底咧祭拜的时阵因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就是因爱讲家己的名惊讲迄神明毋捌伊啦所以连厝里的住址啥物电话身份证号码拢爱来讲，惊讲伊认毋着人但是咱注意咧拜好兄弟的时阵连家己的名都毋敢讲，为虾米？惊去互拍被顶上了所以毋敢讲家己的名所以咱咧理解来讲其实台湾人是真委屈委屈求全不得已因为惊遮个鬼惊讲无拜无服侍因，会去互找麻烦但是服侍伊，佮惊讲因安尼看咱遮真好，佮赖着不走所以真无奈所以咱民间宗教对即款鬼神伊态度好亲像来收保护费的一般人对伊莫可奈何嘛为着惊惹麻烦所以咱就开钱消灾但是咱知影只会当得到短暂的解决嘛，明年又搁来一遍所以逐当拢来讨逐当拢来讨真困扰。但是这个时阵，咱搁拄到一个咱无法度理解的就是一般咧拜遮的好兄弟的虽然因厝内底通常因有家己的信仰，有拜家己的神明对无？咱拜神明，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讲爱得到保护嘛，得到平安嘛。为虾米7月初一鬼门开的时阵，台湾的百姓爱安尼遮尔委屈低声下气？这神明为虾米无法度带来保护？神明的保护到底伫倒位？这可能有几种原因啦，咱来探讨一下。第一种原因就是讲为虾米台湾百姓拜神明佫惊鬼魂？神明为虾米这个时刻无法度带来保护？第一个原因就是可能神明放暑假所以这段时间暂时无要保护所以既然鬼出来所以神明放假所以就无法度带来保护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讲神明嘛惊鬼就是讲威力无够大所以无法度克制这鬼魂的搅扰若无既然有去拜神明来得保护，为虾米佫会惊鬼的搅扰？而且民间的风俗就是讲7月时只有拜鬼魂，无拜神明。佫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咱有一句俗语叫做“内心通外鬼”什么叫做内心通外鬼？内心通外鬼有一个典故，有一个故事咧讲有一遍有
有一寡细只鬼吼，来到一个大庙内底吼，讲要借休困一下，吼，啊叫神明看因真讨厌吼，就叫遮讲啊，恁这细只鬼吼，我出去吼。结果这细只鬼讲，啊，你毋着爱搞清楚呢吼，你是靠我咧食饭的呢吼，若无阮出去外面吼，大家百姓安尼叫了吼，啥物人要来拜你，吼，啥物人要来求平安吼。好，阮着发动阮遮小鬼，拢暂时互大家得到平安，吼。啊，过年无偌久了，大家拢无偌久了，大家拢得到平安，无人要来拜这神明。这神明常常安尼毋对啦，吼。所以内神通外鬼，吼，讲叫这细只鬼啊去搅乱一下，吼。啊，大家心无平安的时阵，较来拜这神明，吼。啊，这是这内神通外鬼的典故，吼。啊，所以其实这段啊，王牧师的研究其实。是对咱讲这民间宗教吼，拜神佮惊鬼的一寡吼逻辑上的问题啦吼。但是其实我认为讲吼，上界大的问题是讲，咱对魔鬼的运作认捌无清楚，所以这个时阵吼，我特别甲大家分享圣经中间对立魔鬼的讲法吼，到底魔鬼伊的存在目的是啥物货？啊个伊用的手段是啥物货？啊，咱来好好来了解吼。但首先我要甲大家分享吼，讲一般咱有可能对魔鬼有误解的所在，几种错误的看法，互咱有哪爱理解。第一项就是有一寡较理性的人讲啊，无鬼啦吼，这什物时代个较有可能有鬼吼，啊认为讲这拢是人的幻想。其实咱信上帝的人，咱相信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吼。啊，若对圣经来看吼，其实圣经中间拢有讲到魔鬼存在的事实。伫旧约有7本册写着魔鬼存在。吼，咱伫新约中间嘛有真侪所在，咱看见着，这新约的作者拢指出撒旦的工作甲伊的活动。特别咱若看耶稣基督的教训，吼，对福音书中间。耶稣基督也对伊门徒讲论有关撒旦的代志，因为提醒因来注意魔鬼的工作。伫福音书中间有29位讲到魔鬼，撒旦，其中25位是出自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咱毋通认为讲无魔鬼，啊，这爱咱来理解。啊，第二项，咱对魔鬼的错误看法就是讲，有一寡人会认为讲啊，人死了会变做鬼。其实，这对咱的信仰来看，这是错误的吼。咱来理解，咱的信仰，甲咱讲，人死了，灵魂就进入上帝的时间，进入上帝的掌权中间，等待审判。所以，魔鬼甲撒旦并不是人死了的鬼魂。照圣经的讲法，伊是对落的题材，是邪灵。伊主要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抵挡上帝的工作。啊，为什么有一寡人会认为人死了会变做鬼？是因为民间宗教中间传说，有一寡人会去看到死了的人的鬼魂。啊，但是咱的信仰，大咱讲这是邪神的作用，为着要恐吓咱，互咱惊吓。伫全本圣经中间，只有一个所在写着人死了有迄个灵魂的活动，就是撒母耳内底吼，写着讲这扫罗。要去找一个女巫去调这个撒母耳的鬼魂起来啊，其实你若详细去查考迄段圣经，迄个起来毋是撒母耳的鬼魂，迄起来是邪神的作用，为着要达到伊的目的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这人死了会变做鬼，即款的讲法，其实伫咱的信仰来看是毋对的。魔鬼就是利用咱上界软弱、上界惊吓的代志，互咱克服。等下牧师会甲大家说明魔鬼的手段。第三项，咱毋通遮尔简单认为讲鬼只有7月份才会出来。咱来理解鬼的运作毋是安尼，鬼有真多、真侪遮特别的特质第一因是团队服侍咱拢无要团队服侍，因拢团队服侍啊。因拢足团结的为着要阻挡上帝的计划。啊，搁另外魔鬼是无休困的
咱理解有一个笑话安尼讲，有一个牧师甲教会长老讲吼，伊工作了真忝吼，想要安排一边的休假吼。结果教会长老来讲，牧师你敢知？魔鬼是无咧休假的吼。这牧师来讲，我若阁无休假，我就变做魔鬼吼。所以咱来理解吼，虽然这是笑话，但是吼，魔鬼的攻击是持续的，是无停止的吼。虽然拄则所读的圣经吼，第一段圣经的最后一节就是13节吼，你要注意吼。当耶稣赢过魔鬼的试探了，圣经同咱讲吼，撒旦是暂时离开伊呢，毋是永远离开伊，因为撒旦要继续破坏上帝的工作嘛，是暂时离开伊尔。所以咱毋通俩做讲魔鬼只有7月份才会出来吼，咱7月份较小心一下就会使，平时就清清菜菜，你若放松落去，魔鬼就攻击你。所以咱来理解圣经，甲咱讲吼，爱时时安那谨守警醒，因为你咧对着魔鬼，那亲像吼叫的狮，遍地游行，听去敲找迄个通吞食的人。所以咱咧特别注意。首先接续咱就来看魔鬼伊的工作到底是啥物？咱每一人拢有工作嘛魔鬼无退休啊，伊拢有咧工作所以咱来理解讲伊到底咧做啥物款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伊咧迷惑世间人，互人无要信上帝，或一寡无信的人讲无上帝即件代志，也是讲无想要亲近上帝。魔鬼主要的工作就是互人无要认捌上帝，所以咱有时传福音为虾米遐尼困难？其实是魔鬼有人咧做工，你咧做工，魔鬼嘛咧做工，伊要互人无爱认捌上帝，所以伊用真济方法，千方百计要阻挡人亲近上帝，无爱互人得到救恩，伊用各种手段去迷惑人，互人离开上帝，这是伊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伊嘛对咱信徒有工作，就是咧攻击咱。伊常常用各种方法来诱惑咱、攻击咱，特别是你若对伊的国度有威胁的时阵，就是讲你真认真服侍的时阵，无一定魔鬼就趁你这个时阵就要来攻击，所以圣经中间安尼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种是魔鬼用的方法来攻击信徒，互你受诱惑，互你受迷惑，还是讲互你骄傲起来，这魔鬼拢利用这来攻击咱。第三项，其实无论是迷惑世间人，还是攻击信徒，最主要就是要抵挡上帝，甲上帝对敌，破坏真实上帝的工作。上帝有对咱世间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伊就是利用真济方式，利用真济人，利用真济物件，要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互上帝的计划袂当完成。咱看到这段经文伫《使徒行传》13章，这时阵出现一个人，伊叫做以鲁嘛，这个人用邪术要阻挡人认捌上帝，所以保罗来讲，你这个魔鬼的囝，你是一切正义的对敌，充满各种的邪恶诡诈，故意歪曲主的真理。所以咱理解就是讲，魔鬼就是要破坏上帝的计划，所以这三项就是魔鬼的工作，迷惑世间人，攻击信徒，破坏上帝的计划。然后咱来理解伊的手段啦，手段咱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咱了解魔鬼所使用的手段，所以牧师要甲大家透过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魔鬼安怎试探耶稣，咱来看伊的手段是啥物。咱来理解就是讲，魔鬼那亲像诈骗集团同款，因为诈骗集团有咧进步呢，有咧研究呢，今仔这个方法用袂使，伊就爱研究别种方法来骗咱。所以我相信咱在座大多数的人，拢有接过诈骗的电话，接过诈骗的简讯嘛，对无？除非你无咧用手机啊嘛，诈骗集团会用各种方法，而且即摆今仔这种方法对你无效果，伊后一遍用别种方法，所以咱来理解魔鬼是安怎试探咱。咱对耶稣受试探的记载，咱知影魔鬼所使用的几种方法的原则。
伊第一个手段就是攻击咱的弱点，互咱会当克服。就是利用咱生命中间上较软弱的所在去骗咱。诈骗集团嘛是安尼，诈骗集团拢利用咱人的软弱的所在，比如咱的贪婪，嘛有是利用咱的好心呢。真侪人因为好心去互骗去，就是咱的软弱的所在，所以咱来提防啦。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耶稣基督面对的第一个试探是，伊禁食40天了。这时阵圣经中间讲耶稣枵啦，40天无食物件，当然会枵，肉体会枵嘛。这时阵上界软弱的所在是讲，嘛会当食饱嘛。所以魔鬼就对耶稣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囝，你有迄个能力，你就命令这石头变做面包，变做饼。所以理解就是讲，其实魔鬼就用迄个你软弱的所在来引诱，互你会当听伊的话，顺服伊的话。但是主耶稣基督用圣经的话来指导，讲人活的毋是单单靠食物啊，伊无要顺服伊的话啊。但是咱理解就是讲，魔鬼伊会攻击用迄个医治人生命上较需要的食物来做诱惑。这时阵耶稣住伫妖恶的中间，所以伊就用这个下手。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咱来去找出咱生命中间上较软弱的所在。你上较软弱的所在是啥物？魔鬼就可能伫这个所在动手。咱来找出来，来面对伊，来改变伊。咱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情形，你来了解。咱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去找空隙来攻击咱，咱就爱对付。第二项，咱来看魔鬼所使用的第二个手段，就是用诱惑、用试探的方式，互你沉沦。魔鬼对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就是安怎？带耶稣去看万国的烟花，就是权力甲欲望的试探。所以魔鬼来，互伊看万国的烟花了，来讲你若对我跪拜，我就将这一切权柄甲财富拢互你。佮来骗讲因为这一切拢已经交互我，我愿意互啥物人就互啥物人。魔鬼咱诈骗集团上爱用咱人性的贪婪来骗咱。真侪人拢是因为一时贪心，所以叫伊骗去。来讲你得奖啊，所以你为着要领这奖你要交淡薄税金来互我，叫你税金寄互伊，就无要寄钱互你。因为咱贪婪嘛，咱想讲我较遐尼好运啊，佮感谢上帝，叫伊去互骗去。魔鬼就是用这世间的物质来诱惑你，咱嘛常常会陷入这款试探的危机嘛。有的时阵，咱会讲你要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事业的成功，听起来无毋对啦。但总是，如果你将你的事业的位置放伫上帝的顶面，你就受魔鬼利用。所以牧师不是咧讲，咱的顺序爱放互对。有时一寡听起来好亲像是真理、是道理的物件，但总是无一定，有可能会影响你离开上帝。所以有真侪人用迄个权力、地位来讲，即世间的烟花来取代上帝的时阵，咱就伫即个所顶面失败啊。所以咱来理解魔鬼会用即种手段来诱惑咱。第三项，魔鬼安怎试探耶稣？伊咧试探耶稣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这是属灵的试探。第一项是肉体的试探，第二项是迄个魂欲望的试探，第三项就是来破坏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啦。魔鬼带耶稣到耶路撒冷，互伊徛踮伫迄个圣殿迄尾楼上界悬的所在，对伊讲：你既然是上帝的囝，你就直接跳落去啦。因为魔鬼有哪读圣经咧，所以你毋通无读圣经。魔鬼有哪来读圣经，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咧。讲讲上帝会吩咐伊的天使来保护你，因会用手来托掉的，互你的脚无滴到伫石头顶面受伤，用这拐骗的方式，
试探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所以，咱其实我拄则讲的魔鬼，那亲像诈骗集团，用逐项欺骗的手段咧拐骗咱。你看，即摆诈骗集团有时伊需要人手伊用拐用骗的，特别去找着迄个心灵受伤的这青少年但怪讲啊，你无朋友啊，恁朋友拢无要插你，你厝内底人嘛无要管你，你父母无听你，这只有我听你，所以我会供应你的需要，你需要啥物我拢互你，就安尼怪，因就上当啊，就叫伊怪去对伊去做歹。咱信仰生活嘛会拄着即款的试探呢。有时咱会因为一寡人，因为一寡代志，因为一寡物件发生，产生陷入绝望，咱会对上帝失去信心。这时阵魔鬼就开始动工，来讲上帝无听你啦，你看你对求啥物货，伊拢无马上互你。咱有时咱祈祷的时阵无照咱的愿望，也是讲咱照咱的期待伫适当的时间，伫咱期待的时间内底成就的时阵，咱就怀疑上帝。虽然咱咧理解上帝有伊的计划，伊会伫伊适当上介好的时间，用伊上介美好的方法来成就伊要成就的事。这是咱爱清楚明白的，咱毋通对上帝怀疑。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伊回答讲：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伊明白上帝有伊的时间，有伊的心意。所以咱嘛爱学习伫上介困难的时间。咱学习用正确的心态来迎接上帝的祝福，所以毋通受魔鬼的引诱。最后一点就是魔鬼会用各种的方式去互你惊吓。咱看见着福音书记载，有一边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伊仰望耶稣会当解救伊被鬼所附的囡仔。伊安怎形容迄个鬼安怎困着即个囡仔？伊讲无论伫倒位，即个鬼就创伫伊。互伊跋倒，互伊喙内底吐喙烂，家己切起，身体孤单，伫伊心灵上，伫伊的灵命顶面，拢会困着。伊就是用各种无所不至的方式来影响咱。伊就是主要要互咱惊伊、顺服伊，安尼伊的目的就达到，互咱离开上帝。所以魔鬼有伊的手段。牧师讲遐尼济恁听了敢毋知敢会惊无？拄则牧师讲的目的，毋是要互恁惊啦，无我就变做魔鬼啊！我就要来吓惊咱来知影为什么要讲这互大家理解？就是咱要对抗魔鬼咱就要了解魔鬼的手段，佮伊的目的嘛。咱若理解伊的目的佮伊的手段了，咱就知影用啥物适当的方式来对付伊这后礼拜甲后礼拜，牧师会互大家一寡武器你毋通即摆当伊会惊所以我即摆先来做一寡有方式咱来理解咱了解魔鬼的作为甲伊的特性了咱就爱确信一件代志咱对圣经中间咱知撒旦完全受制伫耶稣的权柄下面。所以咱信靠即个搁真搁大的真神上帝的时阵，咱都毋惊这魔鬼甲咱困扰。伫启示录20章也详细甲咱讲魔鬼了后的结果。嘛指出讲，咱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伊所讲的真理的时阵，咱会当战胜魔鬼，会当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大家毋通惊，特别是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甲咱讲，所以你爱顺服上帝，爱抵抗魔鬼，魔鬼就逃走啦。所以你若顺服上帝的时阵，你知影上帝的心意，顺服上帝的心意，佮亲近上帝的时阵，魔鬼就对你无法度啦，伊就离开你，甚至会逃走。所以圣经人讲，恁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恁。咱爱清起咱的手，清起咱的心，毋通互罪捆绑。反倒当咱来亲近上帝的时，咱就得到开力，就迄个能力去面对魔鬼的攻击。所以魔鬼无论用什么款的方法，因为有上帝甲咱伫地，有主耶稣基督咱保护，咱就无惊吓。所以佮接续2个礼拜，牧师会互大家一寡武器，咱就当对抗魔鬼，
搁当帮助遐受魔鬼困住的人。愿上帝真实的平安赏赐大家，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知伫即世间有真济来自恶的势力引诱破坏你的工作，而且魔鬼的溃烂。求主赐予阮真理，互阮会当面对这个攻击。互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因为我靠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伊所讲真理的话，互阮会当抵挡魔鬼，阮确实魔鬼就会逃走。阮亲近上帝，主你就亲近阮，所以阮愿意完全顺服伫主的心意，照主的心意来行，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